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冠老师。又到了你好好运动的时间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了有氧瑜伽球运动，双脚打开，扭腰，右左，吐气，呼吸，边头放轻松。准备踏点，右边踏点，左边踏点。他太屌哎！动作加大，很好。加动作，右边行3步，后点3次。右边行3步，后点。右边行3步，画圆圈。有看到吗？继续右边画圆圈，后点，走片，很好，慢慢的跟上来，继续后点，还有2摆，第每摆，第1张左脚 Mambo。大腿张舒转来，开收，开的小口坐下来，很好。加瑜伽球，推收，推收，前顶也叫过，开收，很好。准备左边3步后点，右边后点，还有2摆，弯右脚的 Mambo， 先做脚骨，坐下来，让起风起来。加上瑜伽球，推拉推拉，前顶也脚骨，很好。第1张右边3步，后点3次。还有1摆，左脚 Mambo。很好，继续。还有2摆，左边行3步后点，还有1摆，后点，右脚的 Mambo， 骨下膝上朝风起来。第3张。往前扩胸，右手拿球，后背叫过来，抬高，抬高，力量集中在你的臀部，吸气吐气，很好，吸气吐气。右手，左手，张勾2摆，第1招动作，右边走3步，后点，左边，很好，还有1摆，左脚的 Mambo。左边的3步后点，点，还有2摆，右脚的 Mambo， 非常好。
踢3掌，前面扩胸，后抬腿，右手拿球，左手拿球，抬左脚，抬右脚，然后吸气吐气，要记得。最后踢膝的动作，双手拿球慢动作，左边绕头一圈，左边绕头，右边一圈，往右推，绕头，左，很好。第4个，慢慢的做。吸气，拉回来绕圈，吐气。还有一半。第1个动作加快，走3步后点，很好。咒术片，画圆圈，他拍哪位？再3次。还有一半，踢1掌，左脚 Mambo， 很好，再做低一点，左边3步后点，右边画圆圈。还有3拜，踢每拜，右脚的 Mambo， 往前扩胸，右手拿球，左手拿球，左脚抬脚。右脚抬脚，很好，扩胸，吸气，继续，然后，3个2拜，踢膝掌，慢动作 ，slow motion， 云手，环游世界，云手。环游世界，慢慢的调整你的呼吸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绕圈，他抬点位，很多人嘛，第1个动作准备，躺3步后点，躺3步后点。还有一半，左脚的 Mambo， 阮咒术片的3步后点，3步后点，还有一半，右脚的 Mambo。往前扩胸，很好。还有不会抬脚的时间，力量要在臀部。继续。右边云手，左边继续云手，吸气，回来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再2次。
第一个 Go 后点，咒术片，还有一半，咒片 Mambo， 咒片三步后点。U 片的 Mambo， 往前扩胸，后抬脚，右边云手环游世界，左边再放慢，调整呼吸，左边吸吐，最后一个停。顶部院有氧瑜伽球主都两片嘞，什么太极噶，记得要当你运动哦，再见。我亚通海看到一张照片，我有吓一跳。这个。